先啦，咁其實咧我為緊係啦，我咧就其實一個叫做基本嘅街坊嘅組織啦，咁當中咧我哋就幫你攞副架啲香港人嘅活動，咁希望多啲香港人肯定大家團結下啦。咁即係今次咧都係4月份咧，每次都有啲地方嘅 show 啦，咁上年有邊個過嚟啊？邊個？咁所以咧，今日做 show 之前咧，我都想咁嚟咗分享。咁其實咧應該係2年前咧，天台呢一齊嘅時候咧，我已經搞過一次咧，同你哋分享。唔知大家上次係咪都生日啦？咁上次我記得係 birthday 搞嘅，係啦。咁今次嚟得到嘅時候咧，譬如又再揾阿天去做個分享啦。咁我上一次分享我記得咧，就係佢哋兩個咧講咩我真係冇記得，最記得就係佢哋兩個之後咧有一個嘅即席嘅表演啦，我印象好深刻嘅。咁我事不宜遲啦，我就將個時間我請埋天出嚟先。好，多謝晒大家，多謝大家物業館嘅朋友。你哋做翻你哋呢度過嚟，需唔需方便啊？呢度我就9個鐘啫。好啦，大家好啊！我都係啱啱先知阿 Bruce 係即係我上幾個禮拜先知阿 Bruce 佢係每個禮拜都會試下搞一個廣東話嘅係咪？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 support 下，因為廣東話都難啊，因為而家個響物業館應該都唔係話好多人認識棟篤笑呢樣嘢㗎，即係唔係明星啊，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唔係明星啊，慢慢一步一步行過嚟。咁如果更係要講一個普通話廣東話嘅話咧，可能更加少咁，所以有機會都可以支持下。好啦，咁今日咧其實主導咧就唔係我去主導嘅，反而係得閒去主導我嘅咁樣。咁所以咧，我有數過，應該大約第7次啊，應該大約第7次啊。2016年第一次嚟睇 show， 咁跟住17年開始就過嚟，咁應該大約第7次咁樣。咁但係今次我呢個 show 咧，我咪即刻可以 sell 啦我。因為我今次呢個 show 係咪有人係已經買咗飛喺呢度，可以俾聲人聽下呢度？開心啊！因為我呢個 show 咧，如果你往年有過嚟嘅話咧，其實咧你哋都係一個白老鼠嚟嘅。因為咧，我香港咧就會試自己呢啲笑話啦，但係我冇試過一個完整嘅 one man show， 而永遠咧第一站都係響物業館即係完整嘅 one man show， 每一次咁樣試，所以你見到第一場同埋最尾嗰場咧，都可能有機會會唔同。咁但係今年咧，我就係調轉咗成個風氣，因為今次我係講關於我結婚，我同蘇格蘭公主結婚，咁即係我太太係個蘇格蘭人嚟嘅咁樣，咁所以我就覺得有意義啲咧，第一站就應該去翻英國，即係蘇格蘭嗰個地方咁樣。咁所以我由蘇格蘭嗰度開始做呢個場會，就差唔多去到最後嘅一個場會咧，先至嚟到物業館。咁所以今次咧已經滾瓜爛熟啦，所以我啲稿係應該係最 final 嘅一個 version，但係反而今個禮拜咧就過嚟去感受下物業館嘅生活嘅。咁但係如果我自己咧一支咪咧一支咪咧係好緊要嘅，一支咪嚟講點解咁緊要咧？因為如果冇一支咪咧係同一個精神病人係冇分別嘅，即係你喺台上面如果你見到有個人喺度發癲咧，你會覺得呢個人好笑喎，幾得意喎。但我支咪你打我幾開心啊，你會覺得呢個人係應該捉佢精神病人嘅。但係我就支咪你打我幾開心啊，大家好開心啊咁樣，咁你會覺得哇呢個人好得意喎，我想睇下咁樣。咁所以嗰支咪嘅分別咧就係會咁樣啦。咁同埋咧我最中意支咪嘅力量係咩咧？就係可以牽引到觀眾。即係其實咧喺一個我冇學過洗腦呢樣嘢，我冇學過催眠呢樣嘢啊。但我知道咧，其實係某程度地控制到觀眾佢嘅情緒起伏嘅，好似一個電影一樣。即係正如咧，即係你一路有好吸引應該。如果巡迴就少考嘅，巡迴有冇考嘅咧？得諗下先，巡迴應該冇考啦，應該冇啊，應該冇考嘅。我有試過因為我去 Glasgow 啊，即係喺英國嘅 Glasgow， 即係喺蘇格蘭嘅 Glasgow， 即係我嘅太太嘅出生地。咁佢嗰邊咧，我覺得好有意義嘛，我要喺嗰度做個 show 嘛咁樣。咁我就聯絡咗嗰度啲人，咁就唔係一個正統嘅機構嚟嘅，即係唔係正統做開 show 嘅機構咁樣。咁正常即係譬如好似呢度咁樣啦，呢度就其實有支咪咁已經夠啦嘛，對我嚟講啫。咁但係佢哋就再 raw 啲，佢哋有一個場地。咁我話喂，一定要有個 spotlight 喎，即係我哋分享每一人整錯隨便對大家，就好似係我對住個咁樣，跟住再對大家嘅咁樣。咁跟住我上一次咧，我就感受到原來幾得意喎嗰個感覺係你要一路未，因為我係去咗個首映啊，即係我去香港國際電影節啦咁樣。我都估到即係第一次做一個有角色嘅演出就會入咗香港國際電影節，但係當然唔係因為我啦，因為少嘢嘅啫，因為即係另外一個演員或者佢哋嗰套戲嘅啫。咁我係一個小嘅角色，即係佢嘅兄弟咁樣。咁我就感受到，原來電影都幾有趣喎呢樣嘢。啲觀眾會 get 到你 reference 啊，係會 get 到你嘅笑點咁樣。因為咁我好彩咧，因為我做廣東話嘅人，通常都係香港人，咁所以我有時會轉嘅，但係如果大部分嘅人知道嗰樣嘢咧，我就唔會講咯。